究竟飯前食生果好啊，定係飯後食生果好咧？邊一樣會健康啲啊，或者對個血糖控制好啲咧？簡單嚟講啦，最直接嘅答案係冇分別的。OK， 個分別在於咩咧？嗱，如果假設個前提係我哋控制好我哋全日或者每一餐所食嘅份量、熱量咁樣咧，其實個生果擺喺前、中、後邊一個地方都冇所謂嘅。但係當然你話唔係啦，好似平時正常食晚飯唔會突然間計住數噶嘛。咁食完飽咗再食生果，其實當然會容易額外攝取過多嘅糖分或者熱量咁樣。但係啦，個重點係食得過飽或者飽咗，然後走去食 OK。咁但係調翻轉話，飯前食會唔會有額外嘅好處咧？亦都冇嘅，只不過係冇咁容易食完飯飽咗再食咁解。咁食完生果可能過一陣間啦，我當日丁咁多飽腹感，然之後去食飯可能會幫手控制份量。但係啦，如果你話我照樣食飯都係食好多嘢嘅話咧，其實呢樣係冇分別嘅。嗱，最理想嘅方法係咩咧？平時我教我啲客，尤其是血糖高嗰啲，就飯前飯後都唔係。直頭咧擺啲小食時間，譬如下午茶啊、睡前小食咁樣，同正餐隔翻2-3個鐘食，咁樣會更加理想。